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11月27日暗新闻，我是朱永桥，先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无本土无死亡个案，因为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敢会影响到防疫，但是中讲有拖入去社区才会变严格。为着阻挡 Omicron， 美国、英国、欧盟等等的国家都暂停包含单位在内至少6个非洲国家的飞行机起飞。跨年活动特别高，但是新的变种病毒可能会害活动出现变数。台北市长郭文地就讲，有可能3天进前宣布唔办。新闻头起先呢，先来关心疫情。咱今仔日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加12例带病入境，其中有4例做过疫苗有关感染。另外讲到即马世界拢真关心的南非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台湾真重视。不过，这防疫的措施敢有要变严格，嘛是要看 Omicron 敢有拖入去台湾的社区。国内27无新冠本土疫情，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不过，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12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分别来自伊索比亚、印尼、越南、印度、美国和韩国，其中4例是突破性感染个案。有关这个可能的突破性感染，就是序号4679。那另外，他们的 CT 值低于20的有序号1啊，1419。另外，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也互全球真关心。邻近台湾的香港亦传出2例确诊病例，指挥中心是要把香港列入高风险的所在。另外，过年返来台湾7+7方案是毋是会加严？对此，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会直接紧缩7+7的防疫做法。目前所发现2例，一个是从南非进到防疫旅馆那被发现，那另外1例是从其他地方过来，但是在防疫旅馆它是对门，所以也不排除是在旅馆内被感染到的。不过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不会直接对于7+7去紧缩，会针对就是说是不是有相关这种变异病毒，就是说发生率确诊率高的而对那些国家来的做相关的紧缩。另外，外界关心，若是 Omicron 可能也入侵到台湾，是毋是取消开放户外饮食，也是讲室外、室内人数管制是毋是更加严格？对此，陈时中讲，也是要看 Omicron 是毋是有来到社区。那有侵入社区的话，那相对我们就会严格；那没有侵入社区的话，那相对还是正常的生活。陈时中强调，全球面对新的病毒，拢是非常严正来面对。WHO 已经要求各国积极来经由 IHR 通报新病毒株的变异、基因定序等等，咱会密切来观察。而且指挥中心已经宣布，高风险国返来台湾的爱集中检疫，就是希望会使将病毒阻绝在境外。不过也无排除任何随时检讨的可能性。记者自综合报道。搁1个月就要迎接2021年，各地也当咧准备跨年的活动。不过，即马新的变种病毒可能会害活动出现变数。台北市长郭文地就讲，有可能前3天宣布唔办。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会严格监测，随时调整政策。从无到1个月，2022年将要来临，台湾疫情缓和，各县市跨年活动积极来筹办，民众也计划好要出去佚佗，也毋过新变种病毒Omicron又要摊开。台北市长郭文地呼吁大家做好应变。跨年晚会可能前3天宣布袂当办。如果要采取最保险的态度，什么事都不要干，所以没有很快应变速度。又很可能真的在前3天跟你说卡掉不能办，所以还有保险的制度。去年12月30日，台湾出现头1个英国变种病毒个案，随拍乱跨年活动。除了台北市下收进场人数，台东张惠妹演唱会照常举行，大多数县市暗会改做线顶宣布取消民众入场，严格防疫。今年跨年之宴，疫情指挥中心还未定调，不过大型活动人济搁客，民众可能想过日前刷烫嘴暗。现在都并没有任何的本土个案，代表我们社区是安全的。所以跨年的活动，我们密切来监测整个病毒株的流行的状况，来调整我们的策略。年底活动节，北管2市防疫措施采取随时调整，同时也强调需要冲管要不要注射率。高雄市应该是77%，然后再加上那个第2剂的疫苗覆盖率，现在大概有49左右嘛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再加速的把疫苗的覆盖率能够增加。各位市民朋友还没打满2剂的，请拜托去打。我发现70岁以上的还有
快20几%的没打了。联检管制严格，台湾伫国际间度过相对疫情较平和一年，但不过面对新型变种病毒，依然无放量的分钱。记者综合报道。众人拢真关心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敢会害疫情搁压起来，因为伊恐惊是比 Delta 更加高传。国内专家也表示讲，即马咱指挥中心已经针对高风险的国家加强边境的管制，要防新的变种量表是无问题。不过民众上好也要赶紧注疫苗，安尼上无有保护力会当挡病毒。南非新变种病毒株 Omicron 雄雄出现，目前包括南非、以色列、香港这国家拢出现确诊病例，互各界是烦恼疫情是毋是会搁反扩？对这代志，国内医师是讲，台湾即马也无出现 Omicron 的变异株个案，只要比较过去，伫防范 Delta 变异株的边境管制做法，要防范 Omicron 应该是无问题。我们知道南非的贝塔，它的重症的病人是比较多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它的医疗的体系整个被瘫痪掉。只要说这个新的病毒出来，就断然的采取断航的这种措施，这个是正确。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这个变异株列作是高关注变异株，因为专家发现 Omicron 是蛋白顶悬的变异，比进前造成严重疫情的Delta更较侪，所以互人当作是上强的变异株。对这代志，前疾管局长苏益仁是讲，以往的经验成功进化这个病毒，总讲伊的传染速度真紧，致病力也无一定增加，这种爱个观察。这一次呢，我们是已经观察到它的病毒的突变的部位很多，所以它的传染力逃过免疫力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传染力会比较强。那大致于说它的毒性啊、重症的这个比例，或者是疫苗的保护力，现有疫苗保护力，哪一支疫苗可以保护它，其实这个都没有资料。对，要再观察一下子。苏益仁表示，这个南非新变异株是毋是会对国内造成冲击？要持续观察感染者的重症死亡率、住院率。若到这三项指标拢偏悬，安尼效果都会真严重，需要密切监测。虽然目前知影疫苗的保护力会因为安尼受到影响，不过也是有5-6成的保护效果，所以个人也是爱赶紧注新冠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为着阻挡 Omicron 的病毒入境，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巴西和欧盟等等的国家，拢暂停包含南非在内至少6个非洲国家的飞行机机班。南非卫生部长真不满，骂讲国际反应太过酷刑，无公平，而且安尼是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南非11月初头一摆验出全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虽然确切的危险性也有待进一步来研究，不过对初期掌握到的证据来看，科学家指出这个变种病毒带着大量的突变，经过传染力恐惊比即阵主要流行的 Delta 病毒强5倍以上，好起来人也可能搁再来感染。世界卫生组织 WHO 26个列出高关注变异株，并且号名为 Omicron。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这国家为了阻挡 Omicron 病毒入境，对着南非在内6个到8个非洲南部地区的国家发布禁行令。Decided that we're going to be cautious, make sure there's no travel to and from South Africa and 6 other countries in that region, and except for American citizens who are able to come back. 即阵所有的新冠疫苗对 Omicron 是毋是有保护力，也需要几礼拜时间来进行测试才知影。WHO 就督促国际社会莫伫现阶段实施旅行限制。南非卫生部长帕沙26就批评欧洲真侪国家的一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数在5万例，比较之下，南非上新通报的病例数是3000，2礼拜之前是300。这么严厉禁行令对南非来讲是无公平的。Now, that's why we are saying that the reaction of some of countries in terms of imposing travel bans and such measures are completely against the norms and standards as gui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不过，这场疫病大流行拖2年，伫全球造成500多万人死亡，各国政府拢真小心。纽约州州长胡克26暗时首先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对12月初3开始对着 Omicron 病毒进入紧急的状态，至少会继续到明年1月初5。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
即摆雄雄走出一个新的变种，8月开始，全世界的股市拢受到影响。日本甲香港的股市跌超过2%，欧洲个愈害，一声落4.75%。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也落905点，是今年以来跌上惨。投资人拢头壳摸咧烧，有影是 Black Friday 黑暗的拜五。纽约股市日头开盘就出现震动的卖压，道琼工业指数盘中捌大落超过1000点，最后以落905点，收伫34899点，落价幅度达到2.53%。S&P 500指数落价幅度达到2.27%，拢是今年落上济。国际油价大落，资金进入避险资产，日元、黄金也甲美国公债改变最近较软的形势，大幅度起价。Well, obviously, the market is afraid of, like all the other markets are, that this new variant might cripple economic activity. And if that's the case, based on the market's heights, we could see even more selling in the coming days. 上新伫南非所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除了伫约翰尼斯堡这城市出现感染以外，香港、比利时加以色列的泰拉维夫也小连续发现确诊病例。这个新变种病毒的集蛋白变异性，可能和目前所有疫苗无效，也引起市场非常惊吓。日股、港股拢出现落超过2%。欧洲股市上海落到4.75%，感恩节假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煞真正变做黑色的礼拜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这 Black Friday， 其实是感恩节的过当天，那拄好是拜五，就会互称呼做黑暗的拜五，算是一个民众消灭米也趁势准备耶诞的日子。店头的大俗卖，店员嘛会无用到稀利的。不过，即马环保团体就批评讲，这是消费上过头，变做浪费，可能伫各地抗议，尤其个针对物流的大公司 Amazon 封锁因的仓库，来谴责这款消费过头的行为。天也未光，社会人士将写亚马逊犯罪报道，放伫位伫英国南部布里斯托的亚马逊物流仓库大门上，要封锁出入口。另外一组人来到提波利码头的仓库，挂同款的报道。英国气候倡议组织反恐灭绝甲各团体合作，伫黑色礼拜五购物节封锁英国境内13个亚马逊的物流仓库，抗议过度消费。We're here on Black Friday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exploitative and environmentally destructive practices of this company. Black Friday exemplifies this obsession that we have in our culture with overconsumption. 社会人士批评，这类企业以拍债的方式刺激买气、碳利润，造成过度消费，搁牺牲自然资源。另外，这群人来到位于伦敦的亚马逊大楼。也标记挂上亚马逊创办人佐贝斯的名句，要求负起企业社会责任。We've let massive companies like Amazon for too long ride roughshod over workers' rights, and this government has been hesitant to intervene to try and control the power. And actually, things like tax dodging is ridiculous. 除了英国，这个叫做全球抗议行动，也伫德国、荷兰甲美国等地发起。另外，伫英国至少有13人被逮捕。根据法新社报道，亚马逊回应，公司对企业责任非常严肃对待，包括答应伫2040年达到净零排放，佮强调也要做更较侪，所以公司会继续为英国的劳工、人客甲小型企业投资更较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特别到啊，这个民进党今仔日来到台中宣讲。总统蔡英文表示，这4个议题拢会影响到台湾政策未来的路途，这个爱正面去战，守护民主的成果，要求台湾队友站出来。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骂国民党搁咧乱，就是挑工要甲政策和蔡总统武武互倒。总统蔡英文甲反对党大动员来到台中催公投无同意票，蔡总统先是感谢大家在2020年做出正确的选择，国家照正确的发展路线。不过，这摆公投是国家政策的发展方向，爱支持者斗阵做伊的台湾队友。不要在上面找有谁的照片在里面，上面不会有照片的，上面只会有议题。所以你要找蔡英文的照片也没有，
要找赖清德照片也没有。各位都是我的神队友，也是最棒的台湾队友。我们所有的台湾的队友都要站出来，用4个不同意来帮台湾守住防线。大家说好不好？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对支持者来公布政府成绩单，强调在防疫甲经济成长拢有真好的成绩，讲到家己甲立法院报告，最摆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口气是真无奈，对着公投案的批评更加是无手软。国民党讲不同意，要招你甲伊斗创，要甲弄我倒，一人，伊这就是要带总统倒，你总统宣布的无效。反对党全台走透透密集来宣讲，强调政府的政策拢是基于科学专业来平衡各方面的意见，做出对国家有利的决定，呼吁捍卫台湾发展的方向，也希望外地少年人回乡来投票，共同决定台湾未来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也咧拼宣传公投，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阁有前台北市长霍良斌等人，透早就到台北的中正区演讲。不过，美丽岛的民调指出讲，核四停放甲这个海草塔这两案，按算要当无同意的人是比同意搁较济。就连反三马政治甲公投北大选，支持党无同意的人又强要约到同意票。马英九是认为讲，阁有时间通拼。又有位姓蔡的要把公投给封掉，他不是蔡公投了，他是蔡杀头。前总统马英九甲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前台北市长霍良斌等人出席国民党公投宣讲，再次以民进党元老推公投。不过，总统蔡英文却想要废公投，敲碎民进党的公投议题立场。在这个同时，对监察院伫公投进程作出报告，指出核四绝对危险。马英九认为这个讲法需要拍折。基本上他们是非常非常绿的啊，所以他们讲的话真的要打折扣啊。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民调，中科核四甲定爱海草塔的无同意支持度已经大过同意。国民党所提出的反来伫公投北大选同意无同意的距离也渐渐要缩小。也毋过马英九认为，也有时间会当继续拍片。距离12月18号啊，还有差不多20几天嘛哈，而且我们还可以努力的把它，如果真的是不好的话，还可以挽回过来。对，大家一定要努力，好不好？好。监察院它只剩下一个王美玉了。其他全部沦陷了，所以这个监察院等于是民进党的东厂嘛，等于民进党能够掌控的，4项公投呢都是民进党赢了，我不完全同意这个公投结果，大家也不必这个忧心也不必丧志，努力嘛。离四大公投投票从不到1个月，那也宣传公投4个同意。也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党部宣讲，马英九、赵少康等人拢无出席，方积极感是内部分裂。对住马英九甲赵少康讲，唔知有活动，朱立伦是回应，拢是结合做伙，外界唔通见缝插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最近便利店直直有发生有人客拍店员的事件。桃园的警察局就特别来做演练，教店员保护家己的方法，佮提醒因会使用这个时讯报案，或者是紧选起安全的空间报警察，唔通硬要拼。为什么没有卖手摇咖啡？你看很讨厌，你不做到。半暝啊，超商来一位起无空的人客，店员第一时间按打人客情绪，避免才会受气。先为伊做一杯免费咖啡，再来趁机会走到室内也是室外避险空间，随报警处理。东西先放下，没必要的代志。东西先放下，东西先放下。最近各地发生几啊件超商店员和无理性的人客攻击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桃市政府警察局除了调集超商业者举行座谈会，进行自我防护能力提升探讨之外，桃园分局也由分局长李建民亲自带队到超商实地进行防暴演练，准备自卫防暴对策。到一个安全的避险空间，遇到歹徒还是要自保，不要想要跟他比。怎么逃最重要，然后怎么报警最重要。借由建立报案快捷键及110视讯 App 报案系统等操作，让警方获报后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桃园局提醒超商从业人员拄到无理性的人客，除了避免者伊受气，照着安全通道快速走到避险空间。报警处理也真重要。另外，分局也加强执行，处理啉酒开车路检，甲辖区各守望相助队会扫巡签，提悬警警率，维护超商人员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新的变种，佮加上冬天到，病毒佮较高传，台中就推出即个招团组疫苗，考到30个人要组港牌组，就会使去登记。台中有里长咧招团组 BNT 500个名额就随满，民众毋免家己去预约挂号，因拢感觉加真方便。活动中心一早起就来了袂少民众，准备排队写资料，拢是要来做疫苗的。来要做疫苗来哦吼，来疫苗的。台中台里立德里活动中心成立疫苗的快打站，这次所做的是 BNT 疫苗，唔免透过网络平台来注文，所做的时间还是伫假日，互真侪民众感觉真方便。实际今日冬天，来防止疫情搁再扩散，民众讲招团注文来做的方式，嘛解决袂少家己注文的困扰。每都约不到，对，可能是我们这种年纪的话，速度都会比较慢，对，比较不太会操作。今仔报都无代志啊，明仔载个礼拜上好啊。但是无用到这服务人员啦。台中市为着要来抢疫苗的涵盖率，宣布只要是符合第一二剂接种的年龄以及时间，第一剂的疫苗注文的人数超过30人，就会使向辖区卫生所或者是卫海医所来安排接种。台里区的立德里开放500名额，而且就被用满。里长表示，打气并无来消退，问题还阁是注文的制度是无够优先。不是不好，是因为不好预约。预约不到，不知道去哪里打，哪里才有疫苗可以打。原则上就是以我们提供就是里长这边的名单下去，我们准备的这个量，所以绝对是充足的。台中市府表示，一直到27号上午8点，台中市完成第一剂接种的比例有80.97%，两剂拢接种过，超过53%。目前已经受理10个单位来招团申请，期待后续能够带动打气，嘛提高涵盖率。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布袋戏是台湾人自古早到大重要的娱乐之一，刻红仔的功夫也对时代的脚步愈刻愈有路。已经刻几10档的科协营，就是刻布袋戏红仔真出名的师傅。即马台北武戏馆等咧展伊的展览，也替伊出册，咱指挥来看。我们这一区啊，是我们的金光布袋戏的系统。红仔的面型特别，色水光显，有的角色头顶有三角顶顶，这是台湾金光布袋戏的特色。伫台北武戏馆最近嘛当咧举办刻这种红仔的重要师傅考协营的特点。爱刻出来拢非常有特色，做出来效果嘛袂歹，所以伊就安尼算一开始，咱原本最传统的布袋戏，落尾后开始有金光戏，咱台湾的特色。会当算是对考协营这个雕刻师傅开始。馆长表示，伫60年代开始，布袋戏走向内台戏演出，足侪角色原本传统的拢无，团主顶顶就会敲电话互刻红仔师。考协营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竟然想会出遮侪红仔的面貌，创造出真侪特色人物。亲像大侠毕楚王、前总统蒋经国等等，这届展场就展出要8新红仔。可以看到，其实老师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写实魔幻的，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他没有看到，他只是了解偶的一个应该说角色的特色，他就可以去刻出，都是由他自己去想象。台北武戏馆表示，除了展览嘛，新出一本专册，小解考协营师傅的一生，甲伊所刻过有代表性的红仔，希望互外界熟悉这位台湾金光内台戏的重要幕后推动者。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咱来看明仔载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9度到28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19度到25度，华岛地区是16度到25度。观众朋友，第2台节目《青春咱的梦》。记录咱台湾的少年家追求梦想的过程，即马也放送到第100集。即届搁转去访问即寡拍拼的少年人。稍等下暗时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AM 新闻，我是朱英晓。
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